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9篇，耶利米书第38章14节到28节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争论。之前我们曾经分享过在耶利米先知时期的几位假先知，哈拿尼亚以及示玛雅，他们与先知耶利米之间的论争。耶利米先知传递了上帝的预言，提到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民将会在受掳之地长达70年。70年满了之后，上帝就会赐下他的眷顾，使以色列人民归回故土。但是假先知们却说，上帝应许在短短的2年内，以色列人必定要回归故土，巴比伦定会要将这个所掳掠的，从耶路撒冷掳掠的财宝归还。这样的争论，哪一方所说的是人民所想要听的呢？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思考是，哪一个才是上帝真实的预言？但是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，他在面对假先的问题的这个情况，没有因为过去这样就结束了。耶利米书第38章又记载了西底家王询问了耶利米有关上帝的旨意，并且说有人想要杀害他。耶利米先知对王说，如果我说实话，你一定杀我；如果我提出建议，你也不会听。后来在王的保证下，耶利米就说明了上帝的旨意。他提到说，如果你向巴比伦的将军投降，就不至于死，这城也不会被烧掉，你和你的全家都不至于死。如果你不肯投降，这城要落在巴比伦人手中，他们要放火烧城，你无法逃脱他们的手。又说，巴比伦人不会把你交给他们。我求你听从上主要我转告你的话，你就会事事顺利，不至于死。上主已经指示我，你若不投降，留在犹大宫殿的宫女将被带到巴比伦的将军面前。他们边走边说，王被亲信欺骗了，他们支配了他，现在他双脚陷入了泥沼，亲信都离弃了他。我又说，你的后妃儿女都要被带到巴比伦，你自己也无法逃脱，你将做巴比伦王的俘虏，这城将要被烧毁。但是西底家王要耶利米先知不可以张扬他们的对话，免得有人知道了就会被杀害他因为当时候的官员不愿意相信